信誼基金會長期以來關心囡仔的閱讀議題，今仔日舉辦第38屆信誼幼兒文學獎，對265件參賽作品當中選出5件，這內容包含着交通安全、親情甲實體議題。這屆得獎者內面年歲上大的是70歲蔡德明，伊是用土地聲音和母語來寫台灣50年前的故事。70歲退休教授蔡德明理科背景，不過真喜愛文學。這屆頭屆參加信誼基金會舉辦的文學獎，就得到佳作作品合作《會欠時間的周志先生》，寫伊和阿公的故事。伊未來嘛計劃把這篇作品翻做台文版本。這篇我未翻做台語啊，但是翻做台語不是問題啦。我年紀已經能夠寫的故事，較接近台灣本土的接地氣的吼。就差不多應該是50年前台灣的故事啊。蔡教授唔但在台語創作領域得獎，今年也得到教育部的客語文學獎。伊家用台灣這片土地聲音來創作。那今年信誼文學獎的頭獎是一位專職媽媽李曼。10年期間，伊不斷創作，4年前得到佳作。今年這片鳥鼠國的過檔車也得到頭獎，靈感就來自於讀國小的後生。我有跟我兒子討論過，說你覺得就是像果凍車他們在路上假如相撞的話，發出什麼樣的聲音就對了。然後我們就是有發出各種聲音，然後各種討論。這屆信誼幼兒文學獎評審在265件作品當中選出5件，得獎者對25歲到70歲攏有，內容包括交通安全、實體議題和文化資產等等。教育部長陳英堯邀到頒獎典禮現場，肯定基金會培養出真濟兒童文學創作者。基金會也感謝教育部推動閱讀計劃，也講會堅持繼續為囡仔講更較濟好故事。記者陳亞選林曉凱台北報道。